哦，盐水，你看月经港，这一弯的像月亮，像那个一弯的月亮，然后过了水月桥，然后这条水路现在的位置，你看，然后到那边过了桥，走对面的路过来，还可以到那个水月桥，然后这边叫月经港，然后你看永城戏院、点心城八角楼，你看富碧宫、中正路的富碧宫妈祖庙你看金龙桥、桥南老街北地店日月山的慈德禅寺慈德禅寺就在月经港南边的慈德禅寺北地店桥南老街西北边有那妈祖庙富碧宫，北边呢有永城戏院、点心城八角楼西北边的大众庙，你看古代那个水路就是往那个大众庙那边，古代那大众庙西边那里台湾道风内海，道风内海，所以那个大陆来的就在这个大众庙西边那里还有那个遗迹古代月经港遗迹，清朝的时候一府二路三艋甲是月经盐水月经港，这是很重要的地方比那个铁线桥港呢才要重要盐水月经港的展览10多个大学的学生作品展览这刚好也是散步的步道